你今次由鹿兒島玩到熊本，一場結合歷史、大自然同埋熊本熊嘅旅程，佐賀熊本城，第一次乘搭入去島原嘅觀光船體驗，仲有熊本 OMO 同埋熊本熊嘅主題酒店開箱，熱心推介有私人風呂嘅 Airbnb， 係自動嘅喎。哇！我嘅咖啡啊，今日第一杯。張被好淺，同埋公仔。哦！我真係去揾酷媽媽。熊本熊港，與其話佢係一個港口，我都會覺得佢似係一個公園。入邊你會揾到超大隻嘅熊本熊雕像等緊你影相，仲會有熊本熊合唱團。每一個叢林，每一個散步嘅道路，你都可以揾到佢嘅身影，好似同你玩緊捉伊人咁。如果你係熊本熊嘅 super fans，咁你就要預留起碼半日時間喺度啦。呢個道之站做咩呢度？離開八代，我哋搭咗高速船由熊本港直去島原港。呢一條航線呢叫熊本島原 Ferry， 係連接熊本同長崎島原一個重要嘅交通方式。一開始搭高速船，雖然島原係屬於長崎嘅，但係我發現熊本過嚟都幾方便，所以就過嚟呢邊。全程呢只係30分鐘嘅啫，2層高嘅船艙，連車輛都可以直接運載過去。船上面嘅設施都非常之舒服啦，座位係梳化嘅形式，仲會提供埋 WiFi 服務。船上同碼頭都有得賣限定嘅漁船印章嘅收集就會喺1樓嘅位置，隔籬嘅小食部都有一啲限定嘅飾物同埋小食。有熊本熊嘅所有 souvenir 買。如果你嘅行程相對緊迫，但係又想感受一下海上嘅旅程，咁你就可以揀呢一條航線啦。島原城呢一座5層高嘅城堡，係喺江戶時代就已經興建而成。喺呢個島原門口就已經有駐車場鳥金所。作為島原一個重要嘅防禦根據地，變成咗博物館之後，入邊可以睇到一啲關於島原之亂嘅歷史資料。然之後門口就有100名成人級，係啊，你嗰個入場券呢，就係給呢個，咁大家就可以最後完成咗一個島原城。然之後呢邊呢，就係100名城。好靚啊！御城印飾喺天守閣度買嘅，呢個係佢嘅本身御城印啦，呢個係 special 限定版啦。島原城入邊，你哋行5層樓，係冇冷氣噶，記住都輕便啲上嚟。城頂嘅話，可以欣賞到整個島原市嘅景色。佢哋話天氣好嘅時候，望對面仲會見到熊本添。佢係湯圓咯，丸子白肉丸子，但係佢個糯米好好食。順路嚟到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嘅原城跡，亦係島原之亂最終嘅戰場。雖然佢係屬於小型嘅博物館，
戰役當中用過嘅文物啦，當中發生過嘅故事啦，同埋之間嘅關係，都會喺呢一度展出。返紅本嘅時候，我哋揀搭咗紅本 Ferry， 相對頭先嚟講，呢一個係慢船啦，但係入邊咧就充滿咗各式各樣嘅紅本紅元素，仲有一個好大嘅紅本紅公仔會同我哋一齊搭船添。嚟到紅本市，當然唔少得 OMO5 紅本酒店。OMO5 嘅特色就係佢會有 cafe 同埋有 OMO base， 俾大家可以喺度休息、交流下、傾下偈。而且佢距離紅本城都只係幾分鐘嘅路程，非常之方便。唔知大家有冇留意 OMO 平時佢哋都會有呢一個 Go Kinzo 嘅地圖，會介紹當地人推薦嘅特色景點同埋餐廳。嚟到房間嘅開箱，我哋揀咗3人嘅房間，係用咗榻榻米同 loft 嘅2層設計構造。下層係屬於榻榻米嘅活動區，而上層就係瞓覺嘅區域。跟住佢就有呢個 OMO 限定嘅Gelato 雪糕，一個雪糕再配2個 topping， 同埋佢一個係呢度嘅 special mix 年糕、糯米年糕，再加埋花生 dark chocolate biscuits， 凍嘅 orange 加朱古力。好翻橙味，橙再加橙嘅 cream， 然之後再加 jam 嘅 French toast， 又鹹又甜咁。翻去歷史嘅部分，嚟到佐賀，我哋去咗佐賀城本院歷史館。而呢一座歷史館係全日本最大嘅木造復原建築之一。佐賀城當年呢都係一個重要嘅政治中心啦。可惜我哋入去嘅時候，佢進行緊其他嘅私人活動，所以我哋只可以簡單喺出邊行一下就要離開啦。喺佐賀，我哋仲去咗另一個非常之寧靜嘅神社Shinoyama。佢喺紅本嘅歷史地位都非常之高嘅。神社嘅周圍咧，俾一啲樹林包圍住啦，唔淨止係一個歷史嘅遺跡。咁喺神社入邊咧，你仲可以祈福、參拜Shinoyama座嘅成因咧，都可以喺呢度揾到。主人寶賣啊，與主人像，好靚啊！再有橫嘅紀念版，呢張係最靚噶。好得意啊！中秋噶，好中意蚊香果。為自己與主人。咁你哋買嚟到山鹿市，我哋仲有一座城可以係參觀。Kikuji 係飛鳥時代啦，一個再遠古啲嘅日本時代城跡，當年咧係用嚟防禦外敵入侵嘅，而家都成為國家指定嘅歷史遺跡。大家除咗嚟參觀城跡之外，仲會慕名而嚟佢旁邊非常之出名嘅栗子甜品店。
cafe 就係主打用當地盛產嘅新鮮栗子製造唔同嘅甜品，有燉布丁、大福，而當中最受歡迎就係呢個栗子 Mont Blanc， 非常之濃郁嘅栗子味。店鋪入邊嘅設計都比較簡單，行溫馨 style。如果天氣許可嘅話，我都會建議坐喺戶外。今晚我哋入住 ANA 皇冠假日酒店，因為佢有好可愛嘅熊本熊主題房間。每一個位你都可以揾到熊本熊，包括牆上面嘅畫啦、床單、枕頭隔離嘅公仔、廁所嘅浴簾，佢仲準備咗小禮物俾大家帶走，包括可愛嘅小手巾同埋水杯。酒店嘅位置都非常之方便，喺市中心隔離。如果你係熊本熊嘅 fans， 你都要住埋呢一間啦。超級好天嚟行熊本城，耶！我畫嘅。嚟到呢條片最後嘅一座城，熊本城作為3大名城之一。喺停車場側邊嘅二之院售賣券就已經有。陣間咧，熊本城紀念店100名城嘅話，二之院記住同佢講個聲明出嚟俾你。雖然2016年經歷咗一場大地震，但係內部嘅結構已經完全嘅修復，更加華麗嘅俾大家去參觀同展示翻加藤清正嘅生平歷史，展示咗唔同嘅武器，仲有當年嘅一啲建築技術。記得要去埋天守閣，可以欣賞晒成個熊本市嘅景色。我好少介紹日本嘅 Airbnb， 但我覺得呢一間一定要 book 埋。位於霧島市一間非常之寧靜親近大自然嘅小別墅，車道門口可以容納到6至10個人，非常之適合2至3個家庭或者一大班朋友過嚟入住。重點係房間內有私人溫泉。Airbnb 嘅附近就係霧島神宮。完成當日參拜嘅行程，直接返 Airbnb 休息。作為今次9周旅程嘅最後一日，簡直係 perfect。希望大家鍾意今次呢一個 vlog， 為你計劃之後嘅旅程帶嚟一啲嘅靈感。無論你係鍾意歷史、大自然，定係熊本熊嘅世界，9州都非常之適合你㗎。歡迎 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呢個 channel。想要更多旅遊資訊，隨時可以 PM 我。